嚟到第四節，依然係譚老闆係最大贏家。咁呢鋪又嚟到頭魚啊！不一定包同一人。等我省下了，我说玩个20万的对子8个。万一我们同意了呢？对呀、不敢，我不敢。你的68数据什么？頂場大盲揾到副 P10，你問 ST 上次我輸多少那個對子在哪裡？我操！他媽我跟你咁其他人牌力都唔係話好強，冇強牌嘅。他媽，那我肯定不在嘛！媽，我在的時候你68數據不知道抓多少個。玩對子輸300多，然後還剩100多，火了，跑馬又跑沒。那挺有點誇張。那是真的誇張，一個不中。Victor call 一副女10 off，Elton calls action Jake 2 shooter。哎呦我媽，我沒見過。都你贏了嘛？你輸300的對子。Victor 擊中咗隻女，咁頂場啊得翻一隻10係 out，大哥嘛，大哥大哥啊，頂住一頂帽，依然揀 C bet 呢個 P10。大哥，哎，泡芙。這還不明顯，兄弟。大哥說放你把那天咁從頂場嘅角度睇，覺得佢哋唔會有啲那不用好強嘅女，那個不用說，那炮大哥絕對是水下。唔似有女傾啊 A 女呢啲強牌。沒有，什麼時候他沒人，他就是說你放過來，來，原話就是放過來。你放多少，他收多少。你不像他啊，那你太黑了，你看出來，這種錢不短，包補。對呀，他又不會吃虧。給我的感覺反正是嚟多隻女啊！咁頂場已經 drawing dead 啦，什麼遊戲都玩不了一點，水下的時候不是因為剩翻嗰一隻10係會同水下的是什麼 Victor 同步哎，你們在玩什麼？變成俘虜。在那邊那個加我一份。不是百家樂最搞笑，我們玩2萬的他都不玩，然後水下的他玩5萬的，沒有，他就說玩5萬嘛。不要，他說。頂場 turn 再打喎，咁佢肯定唔係偷緊雞啦，咁佢就覺得 P10仲領先緊，咁可能想攞一啲或者係 P5 到 P8啊呢啲牌嘅價值，亦都保護自己副牌。哎，這個服務員點個東西試一下。頂場連打3槍，咁 Victor 呢個位最少一個 call 噶啦，咁佢就諗嘅係，如果佢 raise 會唔會有弱過佢嘅牌去 call 佢？往哪一踢？那裡打的。我也想問。9萬。 Victor 揀一個 min raise 啊， 9萬18萬。咁雖然頂場後手唔係話好多，咁但係 Victor 覺得如果 all in 嘅話，頂場會唔會 call 唔到咧？咁佢就揀 min raise，令到佢有一個好啲嘅賠率去。不能坐到這兒來吧？好難受啊！頂場而家，雖然價錢好抵一模一樣，我跟你講。 ，call 一個9萬去贏一個50幾萬嘅 pot，大概需要1/6。咁大概呢副 P10有冇1/6嘅機會贏？
喺呢個牌面有冇雞啊？你是故意聊這個話題讓網頁上頭啊？肯定啊，我想點辦法吧。頂場 open 打 flop 打 turn。Victor 有啲咩牌係冇蘇單會轉雞，然後又會打一個咁細嘅 sizing？應該這會跟你吵架嘛？應該會唔會 pair 6轉雞啊？pair 7轉雞？A5會唔會轉雞咧？這個問題不在你。但係轉偷雞會唔會打一個咁細嘅 sizing？唔係好諗得通啊！就算 A5啊、5、6呢啲牌買蛇，都中咗隻5，會唔會轉偷雞啊？諗唔通啊，都係過埋，配得太好啊！打得好啊 Victor， 呢鋪已經贏到最盡啦，最尾整一個 min raise 上去攞埋最後嘅博價值。上頭了呀！呢鋪 double shadow。沒必要啊，這8000刷下去。Victor shadow 2000，海洋老闆 shadow 到4000。這麼燙啊？很燙。這台我感覺沒洗一樣的。黃葉話：這麼燙啊！跟住海洋話很燙，即係滾咗。你們那個花衣服我跟你說了吧？不是你不用問我啊。問那個哪裡生物？台總，他組織一下我們這個。我肯定是可以啊，很有那說。你組 Elton 都係一個全範圍牌嘅選手。你先表格填起來嘛。Button 黏咗一副84 off。不玩，現在水下挺多的，我覺得挺好。你看哪個都中兩個對子中到水上去，我也少打一個人。咁呢鋪牌啊，海洋嘅牌力就最強嘅一副 A4 suit。劃開一個好大 sizing。打都沒打到，你打得進去？直接 open 咗36000。哪裡問題啊？不水上嗎？現在？我都 Victor 有魚都照樣去守喎，傾白 shooter。那個 AK 打錯了，大家都係買梅花。那沒對子，你歐或者幹嘛呢？沒有他 call 的，啊？他 call 的，你 all 的。對啊，我都歐了，沒對子肯定不能。我想想，我這個總有對子了吧 Flop A68。Victor 暫時冇歐嘅，但係佢有一啲我靠！後門嘅蛇 draw 啊，同後門嘅花 draw。放棄。搞一下，搞一下啦！啊？對子搞起來了。這海洋都沒這樣說了。意義嘛？啊？沒意義嘛？對你這個要沒意義，你想吃就可以吃多吃一點嘛你。就說不玩，沒得打了，等一下。換接吧。就是玩多大對子啊？25000的。小嘛，我們又不是要搞，你也小就好。 5萬的不？小的就行了，我們不是要，又不是拼命。應該傾緊玩對子啊！對子嘅意思咧就係佢哋一人揀一個 pair，我可以啊。即係譬如我自己發嚟。就揀咗煙煙傾傾咁樣啦。咁攞到煙煙傾傾咧，就直接收錢嘅。咁又唔使話要剔到 pot 先收錢咧，咁啊位位收。對，我就剛想說，我說有你們兩個，一個聽規則，一個一個去。咁我哋話玩2萬5萬，每把都。咁個意思係咧，除咗揀 pair 咧，就會揀一個 shooter 嘅 combo，即係譬如譚老闆佢最中意嘅6-8 shoot 咁樣。咁攞到 shooter 嘅 combo 咧，收到嘅獎金係多啲。咁譬如譚老闆攞到6-8 shoot 嘅話，就會向其他6位每人收5萬。
一個 five way 嘅 lean pot， 譚老闆 fold 咗一個 open end flush draw，Victor fold 咗一個 fold nut，Elton 中咗一個 top pair 衝出嚟打。譚老闆平跟去買，冇 check raise 佢呢個 full pot 嘅 bet。Victor raise 咗一個好細嘅 sizing，Elton 打1萬，譚邊跟1萬。Victor 呢個 fold 蛇 raise 咗個細 sizing raise 到25000。咁令到 Elton 覺得好似有一個好好嘅賠率去跟，咁但係 Elton 未有歐啊，依家暫時。Victor 呢個細嘅 raise 奏效喎。令到譚老闆好似覺得佢個牌力唔係好強咁樣，而家調翻轉頭再 free bet 佢。我上次下巴帮我计时啊。用這個卡片是吧？對。咁 Victor 而家諗嘅係，究竟再 raise 着數啲啊，定係留翻譚老闆嘅偷雞啊喺度？好乾淨一個 turn card。點香，香，點。我先上咯。你自己寫啊。我幫你寫啦。咁譚老闆就喺度諗，仲有冇啲咩牌可以打走佢咧圈 K。？Victor 會有啲咩牌去圈 K 同化，圈 K K， 圈 K。 raise 一個細嘅 sizing，再跟翻譚面一個大嘅 raise， 25000。5萬。會唔會係一個數條。細過佢嘅一啲 draw 咧？或者會唔會一啲 pair open end 可以嘗試打走咧？ AK 數條就是。反正能看得到的。譚老闆打一個差唔多 full pot， 25萬嘅 pot 打咗22萬。這個1萬，全天靠1萬，你的2萬5，靠2萬5，11萬。選那麼有挑戰性的牌啊靠11萬。 ，K2 很難記啊，等下。K2，全都記住了，我是職業 K2 的。你然後你是什麼 ？K2，然後那個玩意兒呢？不是，是誰給我拿不 Victor 諗用繼唔繼續 trap 落去咧？出邊已經好多錢咯。你那個沒那個，你那個沒那個，10萬沒選。同埋呢個咁複雜嘅牌面，如果佢繼續 trap 落去，會唔會 Victor 有啲牌令到佢贏唔晒咧？即係譬如可能派隻4啊，派隻7啊，派隻9呢啲牌，或者派街磚呢啲牌，佢有機會輸埋，或者係本身領先但係贏唔晒。譚片最唔想聽到嘅一句説話就係 all in 反晒白眼。
谭老板连绿我都不喊了吗？撞衫啦啲鋪牌。 River，下面話 river，是梅奥的牌嘛？睇下中唔中。买花都会绿我一下。 two pairs. Yeah. River. I have pocket threes Pocket threes, and fives five, and suited. and 睇唔到，睇唔到 river 咩？ let me think. 谭老板叫什么？不要了，快点啊！这把没打出去，可能还要要。这不要了，妈的，一对子就一样了，快点快点，必须要，必须要。快点，必须要。快2万5 5万，都完了啊！ Elton 叫譚煙快啲揀個對子喎，他就要劝着他打， 2萬5萬啊！你多劝劝。 Jack two suited. 啊，Jack deuce。 Yes. OK，你不要就只付钱了，收不了钱的那种啊。可以，啊可以，快点，啊，可以吗？快点，快点，快点，就是说你付肯定是要付的快点，啊你要不要写？快点啊！就这把，快点，一样的，66886还没开始是吧？就这把，把，这把，就这把，66868是吗？他你一样我都 OK 了，对66868是吗 ，AKK 6把， ？AAKK 68。就这把开始了啊！ AAKK 68，懂这个规则了。 AK 是要 AK 輸對吧？譚老闆而家最想攞到嘅係佢嘅 35K and 50K for the suited。 favourite hand 600 suit。 Sorry, a pair is 50 and suited is 25K。這同色就2萬5啊，同色就5萬，同色5萬，對對對。好好。I just repeat to everybody, huh? I'm 227, 27, 7799, king deuce, 99, 10, 10, 9, 10, queen,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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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 king, 3355, jack deuce, ace, ace, KK, 68, ace, ace, KK, ace, K. Okay. 不然太難記了，玩這種比較容易記的。 Elton 好踴躍玩呢個對子遊戲啊，幫大家永遠 mark 埋揀咗啲咩 pair，揀咗啲咩 suit 啊。不输呀，兄弟，都是欧的呀。 呢鋪牌 Elton open pair 9，咁譚老闆有位，但係冇魚，就冇 free bet 8 9 suit。打錯牌啦，咁啊帶埋 ST 入嚟，ST 就 flop 咗一個 first draw，仲有一張 overcard。Elton 頂住一頂帽，打一個3成嘅 C bet。ST 行 check raise 咗呢鋪牌。夸张的一次，我就觉得 ST 那天 K2，一直拿啊，拿很多次。反正那天，接触那天也很夸张。哦不是那天玩的大，我有一天在那边也挺夸张，但是5人。 Elton 頂住，当时我马上去了，变成5人桌还是6人桌？拖住先。但那天是玩的大嘛，10万20了那天。我说中个次数，就那天我们打。對 Elton 嚟講，派咗隻非常乾淨嘅 turn card。他应该是中了6个杯子，一个 AC 好像。扣，对呀，这还不夸张吗？对，改造。是强迫他玩的，这不太不玩。拿我的钱送老外，这牌一颗，这牌。哎，还有我的。 ST 再打一個6成，12萬嘅 pot 打咗8萬。Elton 仲會唔會 call 咧？如果佢覺得佢喺 flop 嘅時候壓 head，咁呢隻 turn card 係完全唔關事嘅。咁會唔會繼續 call 落去？ 15，可以補15還是28？是28我補20。小丁，咁 Elton 呢副牌係完全冇阻擋到 ST 嘅買牌，冇阻擋到花咗，冇阻擋到射咗。咁但係 ST 形象好啊 ，Elton 揀信佢。謝謝。咁除咗諗 ST 呢一槍8萬20是吧？ ，Elton 都會諗最尾 ST 中唔中佢都有機會 all in，咁用 call 唔 call 到落去。那直播了，那直播就换一直播了个新呢。？
可以啊。不是，他现在不是查不查，现在是比如他自己都忘了，但是看到他第二天想看算不算？对对对，不算了，十几忘的没开就没了，没看就看了。带忘记的嘛？肯定没有了。哦，带忘记的嘛？那开了忘记，就带忘记的，开了忘记什么？就是盖掉了以后，开了是没有忘记了嘛？开了的还有。那你跟他讲一下。开了有啊，有忘记收的。这样你 all in 了，你忘了说了吧？对啊你翻过去。哦，就是我开了也可以忘记的。对，你忘记对着这件事了。就没有收大家钱。先说好。我们搞过一次啊，我开了有可能是68直播的为什么要忘呢？这无所谓的，哎呀，这本身直播的不用忘了嘛。这不带忘的嘛。就是第二天想起来算的吧？你直播多上面有。第二天不算了，第二天你再收钱。算好了。第二天还算吗？那铁肯定算嘛。啊？那铁肯定算嘛。你直播你就人这个碰到概率很低的了，有挺多好，会忘。行吧。好，第二天也算啊，反正都算啊。下个礼拜想起来也算啊。对，这是很少的啦。这样我要回家看一下。平時我不看，我現在要回家看一下。佢哋就傾緊呢個玩對子嘅規矩啊，就話帶唔帶忘記。個意思係如果我唔記得咗問收錢，我之後仲可唔可以補收翻呢？咁佢哋就話開咗牌就可以收，即係唔記得都可以補收翻。咁你冇開牌冇人知㗎嘛，幫你唔到啊，唔記得就唔記得。咁呢鋪牌頂場又係 pair 10喎。Open pair 10，譚老闆3-5 shoot call，Elton pair 3 call，咁得 Elton 有1歐嘅。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拿到过 K 了，不管玩不玩都是。又沒玩什麼？我就很久沒拿到過這個。我一段時間有。咁3家都有蘇丹啊，估計都 check 到未啊？譚老闆 pair 5亦都唔需要偷雞。拿錯對子啦。選錯對了。對，我寫 AKK 啦。選太大，這我的，你剛。主要是我怕忘了，那 AKK 我會比較留意一下。我最大玩過的。12嘛。只12，你那天 K2，你就那天最爽。沒有，就這個是跟他玩。不是，也是 B 組的。哦，對，那就1把。所以玩對子都唔係純運氣嘅遊戲，都有少少技術成分。如果你唔記得開牌嘅，真係換唔見錢啊！我記得那天二姐說，你說困了要睡覺，二姐說不行，你要打完，本來沒你的位置，然後是給王爺的，哎，你看小 P 他們舉好，然後你要這樣打，你不打完，然後你不打完，然後你走，好，結果譚老闆離牌啦 ，hijack 位都偏後嘅位置黏咗副 pair king。海洋 button A5 shooter， 兩家一齊 A5 shooter 啊！黃葉 free bet 裝位，細盲 free bet 裝位，最 GTO 嘅 free bet combo A5 shooter。譚老闆埋伏成功啦，黏咗一個2000蚊，然後最開心嘅係見到前面不停有人打錢出嚟。譚老闆整一個好大嘅 free bet， 直接打咗20萬。黃葉好難受啊！我估計佢就 call
call 就好難 call 啦，因為就冇後手，但係佢會唔會再 A5 suit 5 bet 轉雞咧？咁但係佢諗嘅係譚老闆呢個位仲有冇假牌？會唔會擺咗2000蚊無啦啦擺20萬出嚟偷咧？佢 A5 suit 如果 all in 仲打唔打咗打走到佢嘅一啲牌？放棄啊！來踩，來哇踩，係喎，譚老闆揀咗 P King 喎， 15萬首名入球啊！譚老闆第一個摸到對子，啊！位收25000。跟你說的不能勸，我跟你說，他就來這招，媽越勸他，啊，以後愛玩不玩，真的，我要從每次都就這確實是。呢個位好笑嘅就係頭先譚老闆話唔想玩，佢哋係咁要譚老闆玩，咁譚老闆一嚟就第一個摸到對子。黃葉冇魚，咁前面兩家有魚嘅黏咗，佢就揀 open 呢副 King 2 suit。後台還有 Victor 兩條魚啊，尋求第3條翻倍嘅魚，你現在明白？開咗副 Logic Off，我沒有玩。咁 Elton 又係 pair 3。對，不是神秘手牌，對，幸運手牌，幸運手牌就玩。一人有一 pair，我們會選自己手裡面的2個對子，中了，一人給2萬5。我們會選。黃葉有一個 bottom pair，不一定帶一個中了給5。後門蛇咗，後門花咗。就加了一個遊戲。剛剛譚先中了，每個人給他2萬5，懂了嗎？turn 嚟咗隻階磚10，呢隻10會唔會係對 Victor 嚟講比較有利啊？啊，一手是吧？老外拿60嗎？抽一個我以為他15拿了一萬，手，他媽。再嚟多一隻10，是不是他媽小？剛才那牌算不算？ Victor value bet 呢個帶 check 嘅俘虜，等一下，黃葉會唔會 pay 咧？咁個 fob 就冇花咗嘅。咁如果 Victor 冇得 show 單嘅牌，會係雷 king 8、9呢啲牌。你要加一下那個老外的184。那個老外，結束了以後，還要靠。Mark，scare me。你 mark open mark，幫我翻譯，我今天在咖啡館。誒，打個火。黃葉呢個動作好搞笑，佢一路 call 一路就揞住副牌，即係覺得自己輸咁樣，又一路跟一路掉副牌出去咁樣。咁而家暫時 Victor 翻咗倍啊，有3條魚。只能靠這個回水了。老外一個贏。哪一個對子瞬間回水？咁頂場就話靠摸對子追數啊。還有沒秀牌是吧？咁佢哋就討論邊個贏緊錢咧。咁暫時就 Victor 同埋譚軒贏緊。黃葉都搶到魚啦。還有騙人那有，這個肯定沒有騙人哎呀，5萬塊錢我不是胡說八道。
不是富裕了嘛？富裕了，富裕。No one Just one player. 哦，得翻 Elton 冇魚啦。 8, 10, 11, 12, 13, 14, 20. 咁呢一輪就係 Victor 一個人翻倍，咁啊總共係14條魚，俾28000嘅罰金。 Okay, go go. 大学学的中文。